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第5号风台杜苏芮强度继续减弱，气象局早起11点半解除台湾本岛的陆上风台警报，即阵澎湖、金门继续警戒。路透社指出，美国政府今日宣布新一波大约3亿3000万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防空飞弹系统。台积电的全球研发中心今日启用，创办人张忠谋嘛来精彩。台积电去年有上千个台票研发经费，未来会继续增加。新闻开始来关心第5号风台杜苏芮强度一直在减弱。中央气象局伫早起的11点半已经解除台湾本岛的陆上风台警报，即阵澎湖、金门继续警戒。澎湖、金门就爱到暗时风雨海发生，风台上新的状况，咱来看气象局上新的说明。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随着台风中心在今天上午登陆中国福建省的沿岸之后，进入陆地之后，台风强度明显的减弱。目前台风的位置呢，从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金门的北北西方大概120公里左右的位置。暴风圈在现在还是笼罩在金门以及台湾海峡哦，所以目前在金门的话，还是有8级的阵风出现。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北移，我们预期在稍后大概在5点半的前后，有可能它的暴风圈就会脱离金门以及台湾海峡。因此，中央气象局有可能会在5点半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了，但是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呢，还是持续当中。因此，气象局呢持续针对东半部、南部、澎湖以及金门发布豪大雨特报，其中在花莲、台东，还有高屏的山区以及澎湖跟金门是有豪雨，其他地方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我们预期今天一直到入夜，可能这样子偶尔还是会有较大雨势出现，天气上还是相当的不稳定。气象局针对金门、澎湖继续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哦，沿海的风影会阁真大，有可能会有12级的强阵风。目前高雄到金门的航班全部拢取消，金门也传出讲有变电箱爆炸，有将近8000户失电哦。澎湖的灾害的通报嘛有上百件，嘛传出讲澎湖西屿的外湾渔港哦有真侪船仔冰船。江边起大海涌，一涌一涌一直向海岸，惊险的画面就伫金门寮罗港，持续受到风台影响，岛内各地灾情不断。路树倒的倒，歪的歪，就连金门总兵署8年的青仔树嘛倒去，工地围篱嘛吹甲倒去，大型招牌看板嘛落落来到地面，当地透14级以上的强阵风，有骑机车的人冒险出门，牵车都无真在，看到风雨真强，嘛传出变电箱爆炸。消防甲台电人员赶到现场，紧急断电抢修。金门停电户数搁再扩大，统计将近8000户。受理灾情的通报至少63件，因为风台的影响，离岛的澎湖嘛是灾害连连。海水一直灌入来，小门停车场规个拢淹去，镜头转向市区，同款嘛是大淹水。餐厅的招牌、青灯条啊，这的物件，同款嘛拢倒伫路面。行入要巷仔路，规个石壁嘛拢倒去，店头玻璃门嘛吹歹去。我们先从马公市区里面有路倒的，或者是有招牌倒的，会影响到交通的安全的，我们先把它排除。澎湖出现12至14级的阵风，包含建筑物毁损、铁线落，相关的灾情通报已经将近100件，也有人走去钓鱼，去互海涌卷入海中，嘛失去呼吸、心跳，互警消抢救。若是风台影响金门、澎湖离岛真大，考量到气候因素，国内线规个航班为高雄飞金门全部取消，干那飞高雄到澎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哦，昨暗风雨真大，市区有一寡树仔甲扛棒拢倒去，搁去缀着车哦。房山沿海风影早起嘛是愈来愈大，一寡水流茶甲粪扫拢扫到红港的渔港内，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渔船的出入。小琉球甲雾台的大武川等所在哦嘛失电，大武川唯一的连外道路搁房山目前哦搁会抢修。树头规个拢飞飞起来，去喊着航空巴士。屏东市区受到风台影响，7月28半暝开始风雨变强，中正路甲广东路口也阁有扛棒落落来，停伫下骹的白色轿车去互喊着。这部分我们要跟房东一起协商看看是什么问题。
空棒落来，这间店家做12年，7月初8才拄结束营业，就发生事故。风台杜苏芮早起持续向西北偏北边的方向扫过，也予屏东的房山沿海风影一直变强。看白啊车啊，渔船啊，拢总离海口也无得放了。之前拄着大雨，捌有塌港状况的这个风港、鱼港呢，即马二白透早嘛会使看到有部分的漂流木，也是粪扫，是随大影呢是拍去埋这个鱼港内底。海巡表示，大水查也有粪扫，大约是透早的时阵出现，已经通报渔业所。有真侪拓港经验的风港渔民，伫风台进前，就甲船驶去较安全的海口，也是放了渔港。因为拓港的状况，恐惊一礼拜内拢会影响渔船的出入。可能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影响到渔民的出海。现在这个时间的漂流木下午漂流木会更多。另外，东港早起虽然风雨较细，但是对面的小琉球风影线真大，树仔倒去缀着电线。7月24暗时9点，有买我4000户失电，同款有失电状况的雾台乡大埔村，今仔日早起唯一的连外道路也断去。我们目前部落状况是停电的状态，然后我们的简易自来水也断水了，目前部落是没有水、没有电的状态。村长表示，目前部落内底也有120人，家在拢平安，希望会当赶紧把路抢通。记者综合报道。杜苏芮风台昨半暝到今仔透早，风势正透，高雄有200外的所在树仔拢倒去，嘛有未少所在失电哦。台电统计，台南、高雄、屏东3个县市都有将近14万户失电。台电人员嘛伫抢修，这3个县市嘛伫今仔早起的6点临时宣布停止上班上课。有一寡民众已经到车头了，才收到消息。无学生囡仔去到学校，才知影讲今仔停课了。大风一直口有阁有9级到10级，昨日半暝到今仔日早时，大风互高雄市真侪路树风扭起来，有的翻伫路中阻碍交通，有的缀伫车顶，像这台车顶风缀甲凹去，全市路树倒去上少259件，大风嘛互咱行路、骑车拢困难。风车的所在，脚踏车要进前嘛困难，民众雨伞嘛开花，还阁有人下班时甲后头摆用牵咧转去，因为高雄市紧急宣布停班停课。高楼大厦真的盖太多，然后这一段整个来风切的状况就在这边最严重。台南、高雄、屏东原本宣布除了特定的所在，28号拢爱上班上课，早时6点左右说雄雄讲全面停班停课。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我看车子很少，就是怕有的小孩子不知道，没有接到消息。我就是手机没有开，我早上起来还没看手机。真侪人拢是雄雄接到消息，才知影停班停课，非常的抱怨。光是减不减缓，减缓的速度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不想拿市民的这个安全来做赌注。顾虑到我们通勤族朋友的安全，还要考量市民朋友们安全第一。台南、高雄、屏东市生活圈，我想顾虑民众的安全。南高屏强中心外款同步决定，嘛拢强调是为着民众的安全，才紧急来宣布，希望各界体谅。风灾嘛，互台电的员工非常的无闲，真侪条电线跳起，还佫有真侪电报条嘛，互吹倒去。台南、高雄、屏东一度累计有14万户停电，员工是努力来抢修。记者王刘婷、陈汉坤、文正贤，高雄、台南、屏东报道。台南市区嘛，互风台扫过，上无是有5台车互树仔地着，阁有幼稚园的墙互风吹甲倒去哦。上新的状况，咱连线互台语台伫台南的记者李成武。时阵无即摆记者所徛所在伫咧台南市哦，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杜苏芮风台上新的情形。所以讲，即个气象局已经解除着路上的即个风台警报，啊，毋过伫咧台南遮依然是风雨真大，民众特别爱注意安全。另外讲哦，各地头嘛有真侪所在有发生着即个树仔倒去的情形，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即个风雨呢带来真严重的影响，除了讲有点架空棒落落来，另外讲伫咧台南的东区关胜利遮，因为风雨真大。关系有真侪车辆拢受到影响，甚至讲有货车的司机驶过时阵，好加在讲无互树仔缀着伤。另外讲东区上大关胜利公园，停伫咧公园树仔开的车后车空玻璃嘛弄破去，因为遮的地势较粗，佮有夹，加上讲遮树仔拢真悬，根本都伫涂骹顶足暗，所以即个才会遮严重。风还蛮大的，人行道嘛，你若是讲县府有这赔偿。就赔偿啊，无要安怎？
这毋是讲咱家己要放个食啊。伫咧东区遮上少5台车因为风台有损害，另外讲伫咧台南区的成行路甚至有幼儿园的围墙啊倒去，目前各区拢在咧调查损害情形。我们先排除掉，让这个道路能够行走能够顺畅一点，也要协助他们做这个受损、财损的这个部分的理赔。气象局是预测讲哦，这个伫咧下晡时阵，哦，这个风台强度是缩小，卖减细，所以风雨的部分卖变较细。啊，伫咧风台天时阵哦，大家尽量莫出门，嘛提醒观众朋友，若有出外爱特别注意家己安全，咱先甲镜头先等候主播。感谢新闻哦，咱继续来看台南市区有真侪树啊、甲空板哦，拢互风台扫落来，上侪时哦，毛4万外户失电。伫台南的安南区哦，透早就开始淹水，民众是赶紧把家具搬走，用沙包来挡水。风台带来的风雨，靠海的台南安南区城西街一段附近，半暝2点出现积淹水的状况，水深一度是淹到小腿。伫18号透早，水深还佫有半个脸啊，遮尔悬。当地住户只会使无来堆沙包，把家具架好悬，不断的把水往外口来倒。3、4点那时候就开始了，因为家里是涨潮啊，一些冰箱都坏掉了。你那下有遐热呢？阿嬷，你唔着规暝拢无困无？无啊。是迄个中小囡仔袂赴迄个吗？嘛唔知咧，种那嘛唔知。哦，从母啊，真拢起更加真啊袂困的咧。顶一届是88水灾较有应该，啊后村的台风拢无像安尼啦，就88水灾较有呢。5点多满潮啊，这物件无锁管，阮这就规间又搁换了啊。路树去互强风吹倒，毋但缀着几若台乌托邦、汽车，甚至阁缀着厝、挽下电线，部分是直接倒伫马路上，阻断交通。拄数类风台28号半暝开始影响南部地区，台南深夜开始风雨变大，真侪民众去互强风影响，甲规暝拢无困。各地嘛陆续传出灾情，还阁有幼儿园的围墙倒去，是好佳在目前拢无传出重大的伤亡。台南地区一度停电4万外户，台电嘛赶紧派人来抢修。截至透早8点，小港阁有4137户还未复电。另外，台南市府是统计，截至28号透早9点为止，新稻树倒去案件将近890件，广告招牌落落来超过40件，整体大约930件。台南市府已经全力动员，调派人员甲机具，展开移除的工作，还有市民安全的通行空间。记者郑云台报道。再来看南部，因为早起的风雨阁真大，台南、高雄、屏东伫早起6点才宣布停班停课。嘉义县市云林县的内乡哦，伫早起7点外才宣布讲要停班停课。有一寡学生哦，人拢到学校咯，只好佮通知家长来接，所以有真侪民众是真怨叹。28号下早7点外，学生陆续到学校要上课，快临时收到临时停课的消息，有学生已经到学校。这当马上通知家长，过来学校接因转去，校方嘛紧急应应，有教职员徛咧门口，伊通知打到的家长学生唔免上课。你爱无那爱红名才甘愿，你专门就宣布啊，无你嘛较早咧，规个学生拢来啊，才宣布讲爱停课。到学校才知道。到学校会不会觉得这样不方便？受到风台影响，28号一透早，南部县市陆续宣布停班停课。至于嘉义县市云林沿海内乡镇，到7点外才紧急宣布停班停课，造成真侪家长和学生到学校才知影，引发不少民怨。没有先第一时间让那个我们这边民众知道。第二，你也没有及时跟校园说，导致说我们要上班上课，要上班的那个家长怎么办？学务处马上协调学生家长，要到学校来。有依据哦，所有中央气象局，包括它的风力，还有说它的降雨量哈，来做决定。那造成乡亲的不便，请大家能够体谅。云林县只有沿海内乡镇宣布停班停课，对此，云管府就表示，是依据中央气象局7点15分发布的陆上强风特报，可能云林沿海内乡镇的地区风势较强，就马上宣布停班停课。至于其他乡镇因为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照常上班上课。记者向林伟霆云林嘉义报道。风台哦，伫10点已经伫中国福建沿海登陆，继续往北北西移动。虽然台湾本岛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西部沿海哦，阁有强阵风，南部佮东部嘛是阁会继续落大雨。另外，今年的第6号风台卡洛伫今仔透早形成，目前是预告讲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台湾。
松山机场第2航空大楼早起规个空，受到风台影响，中昼前个班机差不多全部取消，敢若剩脱离暴风圈的台东航线正常营运。第5号风台杜苏芮伫早起10点已经登陆中国的福建。对着暴风圈渐渐离开台湾，气象局预定上紧伫下晡至尾仔都会解除风台警报。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其实还是有些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地方局部地方发布豪大雨特报。受到风台影响，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金门甲平湖县拜五拢停班停课，但是云林县甲台东县是有部分地区停班停课。杜苏芮风台影响持续减弱，那第6号风台卡努刷雷形成，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目前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伊无拢同款，卡努风台会为中国的浙江甲上海方向过去，袂直接影响台湾。它如果按照现在的大家的一致的路径在走的话，它大概可能连碰触到我们北方海面警戒区的机会都不是很高哦。不过我们还是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关键还是太平洋高压。太平洋高压如果突然增强了，它有可能还是会往台湾附近推过来。专家分析，虽然路线也有变化，不过预定卡努会伫后礼拜1至拜2挖进日本的那霸，往东海过去的机会上悬。拜3对着风台继续往北，带动西南季风，可能为台湾带来明显的降雨，需要进一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一台载牛奶的货车，可能是因为雨真大、路真骨咯，伫经过云林台78线25.1公里的所在，去弄到护栏，并且驾驶受伤，送病院治疗。货车并伫路的警方缉捕到现场处理，南部强风大雨不断，一台载牛奶的连接车经过云林台78线25.1公里的所在，好亲像因为雨真大路粗压到护栏了后边车，好甲载牛奶无流出来。这要安处理哈？这要车头要脱掉，脱掉，先甲拔起来。啊，内底是牛奶哦，牛奶，啊内底敢有？有，目前有。有哦，哦，啊无流出来了哈。维修人员赶到现场检查车况，了解情形，经销甲驾驶送医治疗，并且调查事故的原因。检警已经到场处理，并通知联系连接车公司，派遣大型机具前往拖吊，驾驶没有酒驾，所幸只有头、胸部挫伤送医。现场目前正在排除中。受到杜苏芮风台影响，云林28停班停课的所在，包括北港镇麦寮乡、大势乡、四湖乡、甲口湖乡。警方特别提醒驾驶人，风台季节伫快速道路行驶，应该都要减速，避免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台东哦，雨势落了真大，溪流拢涨起来，有上百个山区发布红色的土石流警报。台东的金峰乡哦、嘉兰川，因为溪水涨起来，村民哦，昨规暗拢唔敢困。伫台东的沿海哦，是出现真侪水流差，拢塌伫富港渔港，嘛影响到离岛的交通船、甲渔船的出入。县政府是表示讲，下晡会派大型的机械去拼来清出航道。14年前800洪灾，台东金峰乡嘉兰川雨大水冲害数十户面体。日前暗时，太麻里溪水阁暴涨，乡公所撤离嘉兰川民。经过一暝，溪水暴涨情形转好，村民阁登去看，也是真袂放心。尤其昨天呢，雨一直没有停啊，然后水我看已经涨到那样，我在想说，我就开始打包。我自己的家当中央各个方面车厢，跑到比较高的地方去睡了。风台期间，华东山区路不好，花莲县到溪乡清水步路落落去的石头，互连外道路断去。县府紧急宣布清水步路停班停课。华东各大溪流继续暴涨，山顶真侪树仔冲入海内。台东县南回地区海面拢是水流差，有数十公里，拢流到台东富港渔港，塌伫航道，渔民正着急烦恼风台过后影响出海作业。县府讲，下晡客户清伤会开始清理。渔民甲客轮拢会往外钓啊，会架到机器海啊。港区里面的数量应该预计大概1天到1天半会处理完。即马受这的水流差影响，原本预备台东往返绿岛甲南势的船全部取消，29就会恢复。不过即马沿海有真侪水流差，部分冲到山坡，已向民众来扣。台东林管处表示，照规定爱等林管处贵重部标注清运结束才公告，即马也未使扣，才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嘉义伫今仔早起7点才宣布停班停课，风台嘛造成上千户失电哦。那么请台语台伫嘉义的记者林伟霆来带咱来看嘉义目前上新的情形。是主播，目前记者人伫嘉义当朝，多数为风台来袭。嘉义县市政府原本宣布28爱上班上课，但是因为风台的方向改变，所以在下7点左右才紧急宣布免上班上课。目前嘉义地区的风雨已经无再下遐尔大，下晡嘛无阁传出新的灾情。也若风雨的灾情，主要拢是大风，和一寡树仔倒去，阁有停电的状况。台电嘉义营业处统计有5000多户停电，主要拢伫异地东石地区。咱遮讲温啊拢停电了对啊。啊，水车即摆拢袂放个对啊。水车拢袂放一台，拢赶快换修理啊，拢修理。预期什么时候会恢复啊？现在好了，是就可以供电的是不是？哦，啊，其他的范围呢？其他范围我就不知道了。现在这边只是一个小范围而已，啊，其他又有我们别组的那个。台电出动8万名工地人员，50多台吊车出动抢修，暗算下晡会全面恢复供电。以上是记者林慧婷伫嘉义的连线报道。感谢伟霆哦，咱个来看杜苏芮风台嘛影响到菲律宾。菲律宾的第一大河北湖传出冰船，造成至少30个人死亡。这只船受到风台影响，和大风扫起来，船顶的人客拢避去同一边哦，结果造成船失去平衡，冰船。救援人员爬上冰起的客轮，想讲要用尾仔索加翻路正。这只船啊，载有数十人的乘客。伫个27日下晡，伫马尼拉东南边37公里的北湖，要去湖内的塔里姆岛，毋过受到风台的影响，湖边煞常常调风抓起大风，旅客一个紧张，规个拢潜去船仔的高边，技术甲船身失去平衡，从啊起去变过。Kasi nung nakita ko kanina, nakataob na yung bangka. Ano na sila, tapos may nakita na ako dyan sa pretil, mga nakaligtas. Ano nga, humingi sila ng saklolo na rescuean daw yung nasa loob ng bangka nakataob. Ayun, iyakan na yun, dahil nga may mga sugat.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讲，这只船啊稳准起船，是定期要去塔里姆岛的船帮。所救的工课队下晡刷咧到暗时啊，目前还阁无清楚并去的时阵，船顶到底有偌济人。不过当地的救援官员表示讲，已经造成真严重的伤亡。We are able to recover 40 survivors and 26 casualties. Sa 26 casualties, we have 14 identified and 12 unidentified. And currently, siyempre gabi na. So I have to call off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morrow morning. 菲律宾是7000多座岛屿组成的，不过伫个海上安全的记录到底都无理想，当年拢有数十人会伫个海上的事故来死亡。虽然讲杜苏芮风台已经偷偷离开菲律宾，当咧对中国福建遐刷去，不二个已经带来真严重的灾情，数十大所在还阁发生土石流，尚无有6个人死亡。现大雨，佮造成北部省份大规模淹水，厝拢规个浸伫水底，有约要16000多人疏开撤离去，无厝通转。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甲欧盟的各百年气候变化的服务，将公布相关的资料，指出讲，2023年的7月份哦，是咱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个月。今年7月到昨嘛已經出現有記錄以來上熱的3禮拜，有記錄以來上熱的3天，甲有記錄以來同期上懸的海洋溫度。This anomaly is so large with respect to other record-breaking months in our record that we are virtually certain that the month as a whole will become the warmest July on record, the warmest month on record. In all likelihood,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world so hot in modern history. 歐洲北邊攏發生極端寒冷的天氣，意大利、希臘、阿爾及利亞加附近的國家攏發生地面野火。氣候變遷所帶來傷害包括囡仔被大雨沖走，規家伙仔逃離野火，工人佇厝外做事熱甲昏去。The era of global warming has ended. The era of global boiling has arrived. The air is unbreathable. The heat is unbearable. And the level of fossil fuel profits and climate inaction is unacceptable.
有一寡专家认为，今年这个较可能是12万年以来上热的月份，计出来这寡热气，主要是来自甲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关系。根据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的相关资料，全世界上热一天出现伫7月初6，有记录以来上热23天，拢是伫这个月。7月前25天平均温度16.95度，比2019年规个7月16.63度加正多。因若伫台湾温度上升的速度比全世界更较紧。中央气象局统计，台湾最近8年来的平均温度每10年增加摄氏0.11度，不过最近30年是每10年增加0.25度，相比较全世界平均温度是增加0.08度甲0.21度。专家估计，极端降雨会愈来愈接，可汗也会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政府第2日表示讲，伊朗的西洋棋女子选手哈德已经正式取得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咯。哈德伫去年底伫哈萨克的比赛时无挂头巾，今年1月因为烦恼讲会防处分，所以人就点伫西班牙。也毋过哦，伊朗政府对伊发布通缉，要甲伊掠转去伊朗。伫西班牙司法部长的宣布之下，无伫头巾参加西洋棋比赛，伊朗女棋手哈德已经有西班牙国籍。官方公布指出，如果是因为考虑哈德的特殊情形，哈德是伫去年12月伫哈萨克参加世界西洋棋锦标赛时阵，无遵守政府爱伫伊斯兰头巾的规定。All the things happened in Iran. I thought if I go to a tournament and I have to play with the headscarf, I prefer not to go at all. So I decided to do it this time without the headscarf. There are lots of rights that differs women and men, so it's not really gender equality. 路透社报道，伊参加比赛被翕到无戴头巾，伊朗政府对伊发出逮捕令，然后伊无回国转去西班牙。迄时阵，伊朗国内也都因为22岁无戴头巾，互警方关押期间死亡艾米尼，一直发生反政府暴动。哈德是烦恼遭到报复。To know that there was an arrest warrant back at home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not really happy about because that was the moment I realized maybe I cannot go back. And losing the right to go back to your homeland I think it was the most horrible thing that happened. 哈德互路透社采访时阵表示，对家己无戴头巾的抗议举动无后悔。今年1月，哈德甲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见面，各路一般期表示友好。桑切斯表示，家己受哈德的启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路透社指出，讲美国政府今仔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案，价值大约是3亿3千万的美金。有专家是认为，讲美国可能会为咱国防部一直想要买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政府伫个28会宣布新一波对台的军售，价值3亿3千万美金，合台票是103亿。有消息讲，这波军售案有可能有加带4台非武装 MQ-9A 无人机啊。不过专家伊认为讲 MQ-9 系列已经伫个进前采购的合约内底，这一边的项目比较较有可能是国防部进前讲的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那这个也列入可能是明年的国防预算的这个经费，这种弹药，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国家先进防空飞弹，都是可能的项目。美国刷力对台军售参议院伫个27嘛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呼吁美台军售合作，替台湾军队制定全面的备份。目前法案还阁爱等两院的协商，摕到上尾的版本。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是伫个白宫，甲伊加利总理梅洛尼来举行双边会谈。会后联合发表声明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是上界重要的，有利区域甲全球安全和宽容。两个人嘛有因讲就中国带来的机遇甲挑战来做加强会商。Many things are changing around u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others didn't expect that we should perfectly prove, that the West world is united. 国际关注台海局势，日本政府嘛伫个28公布2023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嘛聚焦伫个台海安全对中国军事的动向提悬警戒，对去年的强烈关注事项提升成做前所未有的上大战略挑战。
台海的描述嘛升级提悬真早，整体国际社会的担忧当咧快速提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的全球研发中心今仔启用，董事长刘德音、总裁魏德嘉，佮创办人张忠谋嘛拢来剪彩哦。总统蔡英文本地嘛要出席，也毋过因为总统为着病，佮有淡薄仔无爽快，早起临时取消，改派行政院长陈建仁出席。台积电的全球研发中心哦，办公会当来乘做咱台湾的贝尔实验室。占地大约是19公顷，目前大约有2000个研发人员。台积电去年研发的费用是超过1650亿台票，未来经费会阁继续增加哦，平均一档会来增加2成。办公会当来维持咱台湾半导体领先的地位，嘛甲高阶的技术继续留伫台湾。咱再来看海关最近查到真侪件对泰国、越南进口的减肥药啊。化验嘛发现讲有第4级毒品的成分，航空警察局已经展开侦办咯。外包装印英文 STEM 苗条二样是为东南亚的减肥药化验了后发现有毒。关务署台北关最近伫航空快递专区查到真侪件含第4级毒品西部曲名成分的保健减肥食品，敢若今年顶半年就查到6万多粒。今年1到6月呢，一共有查到16件的含有西部曲名的保健食品，其中呢有13件是来自越南，有3件是来自泰国，那总数一共是60660颗。根据了解，这互人查扣含毒的减肥药啊，并无完整标示成分，看会出来含西部曲名。越南、泰国籍移工为国外订买了后寄来台湾，大部分是伫移工内底流通，也无法度避免国人的吸买到。台北关除了依法报请航空警察局侦办以外，嘛加强查缉东南亚输入的保健减肥食品。服用了之后，它会让民众的血压上升、心跳变快。长久化就担心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脑中风、心脏病。大部专家表示，民众食到西部曲名了后，会伫中枢神经作用压制食欲，达到减重的目的。还阁有心血管疾病、忧郁症等这副作用。2010年，包括后裔甲台湾都禁用。台北关提醒大家，运输贩卖者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会当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阁会当并科上悬罚金500万。呼吁民众毋通因为想要省，阁买来路不明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国内的医护人员是真欠，卫生福利部将邀请医护团体做伙来做讨论，针对护理人员甲病人的比例有达成共识。对目前是以24点钟来计算哦，未来要改做3班，用一班8点钟来计算比例，会要求每一班的能力拢要有固定的比例。护理人员面临薪水上过低、护病比无合理这因素影响，离职率每年提悬。卫福部日前召集33个护理病院甲医护团体代表，研究3班护病比会议，最后达成3大共识。作为病人安全跟护理人留任的一个综合策略，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呢，针对于那个标准的定，需要更多这个实证的资料。根据了解，这3大护病比共识包含支持定出3班护病比标准，为即卖全职平均计算，该由3班护病比标准，针对每一班人力拢固定照护比例规范，透过健保 VPN 系统增加病院点报。每个月实际提供照护3班护理人力资料，最后透过健保机制，研究给付标准提悬。不过，有关护理人员薪水的问题，甲3班护病比就快的时间，目前也无达成共识。要尽快落实3班护病比的立法，不能够说入法了之后就一定可以完全的改善职业环境。可是这个至少是可以降低护理人员工作负荷的一个措施之一。依据不同科别以及照护需求来订定更细致的这个照护比标准。那后端也应该要建立人力登录的这个查核机制，并且强化健保，提升护理照护品质预算是不是真的有确实用在护理人力上？医改会呼吁卫福部应该赶紧落实护病比，除了降低护理人员流动率，也提悬照护品质，解决护理人力紧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民健康署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协助癌症的登记，和过去爱开重点症的工课，即马有 AI 的协助，唔那真紧嘛真准。这套系统会先用伫肺癌，年底会扩大应用伫7种的癌症。另外，利用 AI 来判断肺癌的影像，嘛有真好的成果，咱做回来了解。肺癌死亡率登记以来是台湾人癌症死因的第一名。较少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是提早发现肺癌的好方法，但是一届翕起来400多张的影像需要判读，对医师来讲是真大的负担。AI 科技进步，国健署甲研发团队合作，互电脑断层扫描的影像判读，甲癌症登记的资料会当更较正确，提高医师判断的效率。有一些肺部比较复杂的话，我会花比较多时间，那我可能可以缩短1半以上的时间。另外就是我们不会miss 掉一些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些结节，因为我们都会疲劳。比如说我早上开始看，可能看得比较准，到快下班了看就会比较不准。AI 因为它是3维的资料读进来，所以它对于一个在立体空间里面一个结节的判读会比较准确。因为即卖的资料登录天数真够工，对人工的需求是真大的考验。国健署表示 ，AI 科技运用伫个癌症登记顶头，对癌症的研究甲治疗有真大的帮助。部分病院也已经开发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会当透过人工智慧为病例当中找资料进行研究。整个一个癌登是需要4道过程的，填写跟验证总共要4道过程，所以我们这个 AI 的能够去至少先 replace 一个，先取代一个验证的这个过程，那个时间就可以省下来。国健署表示，这项 AI 科技未来会量早推广到各大医疗院所，希望透过 AI 技术结合医疗的体检设备，帮助医生发现肺癌的因子，让病人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移工已经超过70万人了。立宪基金会甲一寡工会团体提出台湾对外劳人权4大的欠点呼吁政府搁爱消毒歧视，嘛提出友善移工的政策。为菲律宾来家属移工 Jasmine 讲出为虾米和菲律宾相比，台湾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伊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转去菲律宾。Because many of them are not heard fairly, even in front of the labor, and always siding the Taiwanese employers and brokers. 根据国家法定委员会统计，台湾有超过70万的移工，其中印尼甲越南是上济，2个国家加起来共要7成。不过，移工伫台湾是受到什么款的待遇？为印尼来发展，就用医疗来鼓励。Hingga sekarang kami masih terus berjuang untuk dapatkan hak sehat dan berobat karena tidak adanya penyedia layanan yang berbasis bahasa ibu di rumah sakit。立宪基金会和几个团体就做伙写平衡报告，展现移工伫台湾拄着歧视佮有困境，也指出台湾还有较济保障人权的政策。我觉得在我们的政策与法规上面，我们都需要有更多人权保障的一个机制。那另外，我们的整体的社会也应该要创造一个友善的、温暖的一个氛围。参考国际的经验，爱为消毒歧视开始。报告展现出台湾对非公民的司法程序平等保障也是无够。地方的警政单位会以无同意人员做理由拒绝受理，也有政治人物伫网络顶写出种族歧视的言论，这款物件拢会影响到社会对非公民族群的理解。记者柯嘉轩、小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中的逢甲上款国内外观光客袂少，也毋过逢甲大学调查指出讲，去年设计人数是15档来上少的，店家营业额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搁较少。逢甲上款是中部真出名的国际景点，但是逢甲大学统计形势研究小组公布2022年调查报告。去年逢甲上款设计人丁是550万人次，算起来是15年来上少的。去年的营业额是49.6亿，甚至搁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危机的时阵也搁较少。556万人次呢，大约比2020年的839万人次大约下滑了280万人次。2022年是49.6亿元，那也比2020年的62.1亿元再下滑了一些。感觉人潮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多了。对，有感受到。对，蛮明显的感觉到。
在地番仔嘛讲，这几年游客是愈来愈少。逢甲相关主委王兆基认为，报告的数据是非常接近现实的情形，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所以占消费族群3成的国际观光客无法度来到台湾，整体的消费嘛减5成去。加在疫情转好了后，游客已经渐渐变多，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观光政策来救一个逢甲相关的经济。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好的政策能够让我们逢甲商圈来配合，那能够带动我们逢甲的经济，也带动台湾的经济。应该不是单一的现象。刚开始宣传的时候，它人很多哦，然后如果一段时间它没有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人数会慢慢减少，这个也可能是会发生的，这2个因素都有了。观光学者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全台湾的观光景点拢有受伤的情形。搁再加上相关本身有生命周期，即马可能是当地坐底。也若这份上新的调查报告会提供予逢甲相关管委会来做经验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东山乡富隆路一段的粪发东停哦，有可能去影响到附近161丛的老家当啊树。县政府是规划讲要现地来保留，也毋过哦，这个工程着爱拖2-3冬，有地方人士是无法度接受，认为讲应该爱以民众出入安全优先来考虑，所以望讲这个工程会当赶紧来完工。双滨路边的老家当树拢总161丛，树年有40年，管道3层楼悬。不过，这个老树，互地方认为讲是阻碍东山乡富隆路一段的道路拓宽计划。我们知道啊，任何公共计划，那事实上是要以用途目的为主要的一个设计，才能够来符合我们整个经费的一个规划使用。事实上，树木的移植不代表不爱护树木。最近，宜兰县政府到地方召开地方说明会，初步规划讲富隆路一段道路拓宽案，老树望会当就地保留。不过工程会分做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把这个树甲刷去路边，经过2-3年较稳定了后，再搁做第2阶段基慢车道工程。不过安尼规划地方无咧甲先到，因为拖伤久，地方路下搁无排水系统，居民爱甲大车烧客路，建议讲这个树爱甲刷去别位来加速拓宽案。所以咱嘛是希望讲，这个树若是会当在地来保留，这是上好的做法。若是讲现主是因为有这个交通的需求、甲安全的需求，其实会当为无共款的方向去思考。不过，团团认为讲树若是刷去别位，无啥会活。若是讲人甲大车烧客路，会当透过大车行替代道路的方式来解决，不一定爱随拓宽刷树。目前正在请我们的规划厂商也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的意见来去做一个研讨。县府讲，接各方的意见了后，会规划厂商重新来研讨。这个行车安全甲保护老树2项诉求，正恶咧武的平棒，县府要安怎双头拢顾会到，各方拢咧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针对去年的选举，确诊者袂使出门投票，爱卫生福利部甲中选会检讨改进。这2个单位是表示讲尊重监察院的意见。国民党团今仔开记者会，批评卫生福利部甲中选会态度真傲慢，嘛批评监察院无提出纠正甲弹劾。监察院针对去年大选确诊者袂使出门投票的事件提出调查意见，认为指挥中心甲中选会的决策无符合比例原则，爱中选会甲卫福部检讨。中选会甲疾管署拢发新闻稿对监察院的意见表达尊重，但是这引起国民党团不满。卫福部的反应是什么？是感谢跟尊重，而中选会依然说尊重你的检讨在哪里，这就是言辞客套，但是行为傲慢。国民党团讲，亲像日本、韩国、美国、法国一寡国家，翕时针对确诊者投票拢有方法，但是指挥中心加中选会煞直接限制确诊者的投票权。即期若未来有疫情退烧，敢会搁一摆限制投票权？因也批评监察院无提出纠正甲弹劾是自废武功。防疫振兴特别条例第7条的条文内容规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的需要而实施必要的处置。这个条文因为缺乏明确性，所以我们称为霸王条款，重大侵害人权的一个事项。
都是由这个霸王条款所衍生而来。那真正有违法吼，咱才会纠正。其实伊毋是违法的，伊是不符合联合国的 COVID-19 迄个指南吼，讲最小侵害人权的原则。纪惠勇表示，伊认为这摆提出的报告并无实质，也堪得社会来评论。这2天也陆续有民众党立委加时代力量提出批评，但是对此中选会无搁再提出回应。记者郭兆随台北报道。来看分科测验今仔公布的成绩，大考中心指出讲，今年的数学甲顶标是41积分哦，标准是创6年来上低纪录。也毋过哦，物理的高分群是比去年较侪，嘛预估讲今年的录取率应该甲去年差不多偌侪。大学指考转型分科测验第2年，42257名学生报名。数学甲物理甲化学分别有26000人甲23000人。分科测验正做自然组学生的主战场。数学甲顶标41，前标34，均标22，后标13，底标8，五标拢是6年来上低。在试题的铺陈上不会太困难，考生是容易破题的，理解内容不难，只是实际的计算量可能比较大一点。化学的难度也比去年较悬，高分群减少。中间成绩较侪，等到去年上难的物理，顶标、前标、均标拢比去年增加5到7积分，高分群增加。相对于过去几年来讲，比较扁平一点。那扁平一点也显示，今年的整体的鉴别度是比过去要稍微好一些的。生物五标拢甲去年相同，历史两段的成绩分布甲去年差不多，地理高分群增加，公民甲社会中间成绩较悬，高分群略略减少。考试成绩出炉，大学考分会随公布招生名额，计共有42479名。因为今年分科测验报名人数共42257人哈，仍低于我们的总招生名额的42479，所以录取率推估哈，应该跟去年98% 差不多。考分会推估，今年录取率甲去年98.94%差不多。那今年上加登记标准依然是英文、数学 A、数学甲的组合，这3科加起来23积分以上，就会使参加登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清华大学学生团队哦，因8月初要去德国甲捷克比一个赛车的比赛。台记台青春咱的网，一礼拜来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清大的学生啊，因是安怎来准备比赛。2023年国际学生方程式比赛就要到啊！清华大学的赛车工厂内底电火是光亮亮，学生分组持续赶工课，专注每一个细节。希望赶会赴外国普罗级车队的脚步，要做出超越前一代赛车。我第一道去日本参加比赛，基本上参加看的。讲实在，对阮的态度无讲介好，因为咱设计的物件做粗壮的，也无讲设计的理念。但是学生囡仔伊会当观摩北京学校北京国家的车，所以伊咧慢慢的进步，慢慢进步。所以阮即马第7代车甲第1代车其实差足侪。同学除了伫咧网络顶参考比赛影片，嘛会把握时间去练习场训练。除了精进赛车的技术以外，透过卡丁车的速度，找到家己的节奏。我第一件下去就是先熟悉这个赛道，熟悉这个路线，然后蛮不巧的，我第一场拿到是状态不好的车，那我就借由这个机会，我就先不去跟别人争，先了解这个场地今天的状况如何。来了。透早5点开始试车，今仔日是第3届试车，离比赛敢若剩1个月啊！车队的成员大家皮是变真红，都惊有绕口气的所在影响到团队成绩。主要会去测试比赛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赛道，像是直线加速或者是8字绕环，那或者是针对我们一些车辆动态的一些系统、动态的一些程式去做一些参数收集，对，然后去改进我们一些优化我们的程式。当全球各国大力推动电动车的产业，清大赛车工厂就亲像一个希望，让国际看到咱台湾的实力，嘛让社会大众了解赛车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记者罗敏珠、连新维、新竹桃园报道。
来看丹麦有一个查甫人派德森，伊用10天的时间拢无坐到飞行机，环游世界203个国家哦。而当伊登去丹麦咯，伫这个过程中哦，伊嘛伫线顶结婚。伊的太太是讲哦，派德森对想要完成的目标态度是真坚定。派德森欢喜按迄几阵行落来，久别的家后老爸亲人，一个一个行进前，甲伊揽条条，终于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44岁，原本在航运界服务的派德森，互老爸转予伊的一篇文章启发。2013年10月初10，展开环游世界旅程。伊坐火车、马术、船，甚至是靠两支脚步练。伊完全无坐飞行机，甲全球203个国家全部行透透。最后目的地是马里地夫，5月底完成了，伊就成功回复。Whichever country I'm in is my favorite country, and look how lucky I am. It's Denmark. 2020年正月离开密克罗尼西亚了后，派德森来到香港，现在受疫情的影响，在香港逗留2年，国境重新开放了后，伊离开香港拜访包括北流的大洋洲国家甲太平洋岛国。派德森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虽然是分开千山万水，但过一丝都无受影响。过去10年来，女朋友27届出国去甲探望，第10届的时阵，派德森向伊求婚。也过真无拄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因最后也是举行线顶婚礼。He's very stubborn, and when he has a goal, he wants to reach it. And 今是世界纪录头一个无坐飞行机环游世界人，是英国男性甲男女休书。也过伊伫旅程中捌回国2届，也若派伫去203个国家，拢总拜访过才回国。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印度今年的雨季哦，拿落大雨又搁做大水。甘马岛的产地哦，拢淹水，所以产量是真少。最近印度甘马岛的价销嘛起5倍，因为印度食菜人口真侪，所以农产品起价，对民众的影响是真大。市场的答案，红记的柑仔米，头人看甲真想要食，也毋过详细看价销，1公斤爱180卢比，差不多是代表69块，是过去价销的4倍到5倍，甲真侪民众惊到。मार्केट में टमाटर तो मिल रहे रोज का रोज भाव बढ़ते ही जा रहे हैं। कल कितने रुपए से खरीदा था? कल खरीदा था 160 रुपये किलो, आज तो 180 रुपये किलो। 柑仔米是印度美食的重要材料，用要到每3项料理内底都有一个会使用柑仔米，所以需求真悬。也毋过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印度今年雨季出现无正常的暴雨，甲做大水，造成国内柑仔米的产地互大水引起，严重影响到产量。加上大水嘛影响到交通运输甲配货。互原本就是生产小贵的柑仔米，价销直直起，批发的价销一粒起3倍到4倍，有的地区甚至是起到5倍。1公斤的柑仔米用要比1公斤的汽油更加贵。मैंने तो टमाटर खाना ही छोड़ दिया है। 140 रुपए किलो भाव बिक रहा है, वो भी जो जैसा चाहिए ऐसी क्वालिटी में नहीं आता है, और सभी सब्जी का भाव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तो इसलिए पब्लिक को 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होती है, महंगाई भी इतनी बढ़ गई है। 因为品质甲成本的问题，包括麦当劳甲Subway等等全球连锁素食餐厅，嘛开始伫沙拉也是其他餐点内底停止使用柑仔米。同时阵为着通膨问题，嘛推出价销佮较低的商品来吸引消费者。公视新闻台是董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